設計加裝修公司，我而家同你哋講4個點，尤其係第4個點最重要。第一，講錢，俗語話講錢傷感情，但係裝修第一步預算好重要，我哋會根據你預算範圍量身訂造設計方案。第二，講風格，極簡風、奶油風、復古風，多種風格讓人眼花繚亂。唔使擔心，我哋嘅專業設計師會同你深入溝通，了解你嘅喜好同生活習慣，幫你確定最適合自己嘅家居風格。第三，講尺寸，精準嘅尺寸係完美裝修嘅基礎。我哋會進行2次專業測量，第一次根據房屋面積進行初步報價，第二次進行複尺，確保數據絕對準確，為後續設計同施工打下堅實嘅基礎，讓每一寸空間得到完美利用。第四，最後一點，又係最重要一點，選材，關乎家居環境嘅健康與品質。我哋會為你提供多種環保優質嘅材料選擇，並且詳細介紹每一種材料嘅優缺點，根據你嘅需求同埋預算，幫你做出最佳嘅選擇。記住，裝修唔係越貴越好，而係要選擇最適合自己嘅。